各位歡迎收睇呢啲新聞。2蚊2折優惠即日起實施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視察之後話系統更新順利，相信大多數長者理解新收費，又話慳到嘅錢會用喺市民身上。不過有唔少長者都話唔清楚新措施。烏卓賢報導。拍卡嗰陣睇一睇，未必再係2蚊。10蚊零8毫子就等於2個2。聽下車站嘅職員講解，或者睇下海報，就知道合資格殘疾人士同年滿60歲嘅老友記，即日起搭公共交通工具，車費正價超過10蚊要改俾2折，唔超過就照舊俾2蚊。我都冇清楚佢，唔好意思，好混亂。唔知喎，唔知啊。我咧唔明佢即係兩折嘅2折嗰度，我都唔知點樣計佢啊。但又唔係人人都唔明唔知。聽收音機都聽過下啦，不過冇乜留意啊真。我好百厭㗎，我四圍去㗎，有陣時去長洲啊、大澳啊，邊度我都去嘅。不過而家可能咧貴咧，車費貴就冇咁百厭啦，即係去少啲啦嚇。有老友記唔止知道，仲分享分段收費搭車攻略，將全程要俾2折嘅車費變翻做2蚊。譬如佢長車佢分段嘅，我嘟咗咪即係少咗咯，唔使即係唔係計長車個錢啊嘛，咁嘅情況咯。即係最好就上車落車拍卡係最好噶啦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去到調景嶺巴士總站視察同派傳單。10蚊以下就係2蚊，係10蚊以上嘅咧就你俾2折，政府就俾80。我支持啊，支持政府啦嚇。咁去黃竹坑係去有陣時去翻學啦，有陣時去上。我哋翻咩學？打太極嗰啲。我打太極，好喎好喎。咁有陣時去到嗰度遠咗，而家就貴咗啦，係啦。咁都係俾多少少嘅。係啦係啦。每一程俾多少少。哦。係啊。孫玉菡話2蚊2折實施第一日，佢接觸到嘅長者都知道新措施。我哋相信呢，大多數會出行嘅老友記咧，都了解到由今日開始咧行2蚊2折嘅啦。今日咧我喺酒樓同大家傾嘅時候咧，我都遇到位婆婆嘅。佢個婆婆咧佢就搭長程車多啲，因為佢自己住喺馬鞍山。佢同我講咧，佢覆診就喺瑪麗醫院覆診嘅。其實政府行咗2蚊2折之後，所慳到嘅錢咧，其實都會用翻喺市民嘅身上面。好多咧會用翻喺老人家嘅身上面。譬如我做個例子啦，去到5月份，佢係攞生果金嘅，咁佢攞多1個月嚇，咁佢都覺得好安心。佢話為咗配合2蚊2折，巴士公司會陸續推出更多前段嘅分段收費優惠。落車之後拍指定卡機就會收到。Now TV 記者烏出賢報導。1連5日嘅復活清明假期展開，大批市民坐高鐵到內地。有旅行社負責人話，受到中東局勢影響，唔少人改為參加內地短途旅行團。而截至朝早10點，港人離港人次超過23萬。由羅家晴報導。